我们这一章来为世界各地的莲友们简单来报告：身体是四大假合，四大假合是地水火风嘛，地呀、骨头嘛，你最后混化了以后就变成骨头一堆嘛，你就埋葬起来归土啊。水就是里面的血液在流通，人才有活命嘛。血液不通，你这个人就百病丛生了。火呢，就温度啊，人要有温度才能活下去嘛。冷冰冰的代表它没有朝气啊，可能就跟世间的缘已经尽了，所以各位要注意啊。风，我们的呼吸，你看这样一进一出，这个人能够活得很健康。所以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四大假合的东西，这四种东西组合而成的一个身体。如果这四大分离的时候，你人在哪里？不见了，不在了。所以我们是因缘所促成的。色身之外，这个肉体之外，还有一个不死的生命啊，它永远不增加不减少。那个生命是什么？是你的法身慧命，就是你的灵魂嘛。佛陀有法身，有应化身啊。佛陀的法身是如如不动的，化身可以千变万化，千百亿化身救度苦海一切众生。一个不死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法身，在佛的身上没有增加，在众生的身上一个也没有减少，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所以佛才告诉我们，众生皆能成佛啊！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，你们要记住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成佛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这个肉体以外的一个不死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法身，就是我们的神识。财物为五家共有，什么五家呀？第一家火灾，第二个水灾啊！现在这么多的水灾，财产啊，生命啊，刹那之间如梦幻泡影，一下子消失，无影无踪。水灾、火灾，还有小偷啊，利用因缘机会，他欺诈你、偷啊、抢啊，还有离家出水、不人道的政府、不讲道理的政府，硬是把你霸占，强迫你不得不服从。我们辛苦打造的环境，结果一下子要没收就没收，霸占你就霸占你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家？不孝顺的孩子的，你所有的财产如果留给不懂得做人道理、不懂得爱护家庭，在外面呢坏事干尽了，为非作歹，天理不容，这种人他把你所有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部花得干干净净。你看这个财物是五家共有的，除了外财，就是外面你看得到的钱财之外，还有一个永恒的宝藏啊！你最重要的宝藏永远不会消失，永远都是干净没有动摇的。这种宝藏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的真心啊，就是你的神识啊，你的灵魂是干净的，是基础的，是没有动摇的，是没有生灭的。哦，原来我们除了这个外财以外，我们拥有洁净光明的宝藏，是我们的真心。每一个人都有的，就是你的灵魂本体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们要死的时候，这些外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的啊！神识离开这个肉体，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如果越干净，去的地方就越光明。如果我很执着贪求，那灵魂就堕落在黑暗的地方。所以你要清净，没有挂碍，欢欢喜喜的到极乐世界。这是佛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用现代的话把它表达出来。这一章透过这样简单的话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谢谢大家。阿弥陀佛。